勞累意連仍練可衝天，六壬先知我相請確實應，明王四海祭萬煞，傳下香火盡法平，王父則見志，你都想促盡興，尋覓八方去學法，承擔使命。泉下新學弟子馮法澤，37歲，戊辰年己未月三山教，前傳親口教，13800元足。原來無盡奧秘發於佐敦高故居，觀見通天香煙飄彩起我三拜請。紅頭迎戰牛頭角中一方小破屋，將成背炮於空中，可算中有情致。個個像我從無待晚日夜鍛鍊，將那一篇篇經典都謹記心裏邊。誰人曾一盅法水在神前，老師是弟子萬千千，真心弟子來食靈符仙法水，神有靈應，好萬年，好萬年。抵咩嚟？2支清香報答日月照臨之恩。只教有情致，那個像我從無3支清香報答黃黃水土之恩。片片經典都晨起5香發精長，今晚6任法壇放紅光，弟子來個三山大法教。可衝天，我相請確實應，明王四海祭萬煞，傳下香火盡法平。王父則見志，你都想促盡興，尋覓八方去學法，承擔使命。動奔配起空中劍，雙小橫吹一玉簫，各構圖功雙玉板，仙姑如意都浮漂。勞累意連仍練可衝天，六壬先知我相請確實應，明王四海祭萬煞，傳下香火盡法平。王父則見志，你都想促盡興，尋覓八方去學法，承擔使